Hello， 欢迎来到 Go Go 公哈发，我是怡姐。我是敏华。怡姐，你有没有吃过南庄的鳟鱼？我告诉你哦，它不论是生吃啊，还是用蒸的啊，都非常非常美味哦，口感很细致哦。而说到了鳟鱼，就是鳟鱼啊，就是鳟鱼哦。那么其实啊，你说的我知道，因为啊南庄啊它水质纯净，少污染，因此鳟鱼就成为了当地的招牌了。其实啊，要蒸鳟鱼也不难，不用过度的烹调，只要加入一些破布子还有姜丝，放到蒸笼里面去蒸，就可以吃到鳟鱼的鲜甜美味了。我们刚刚提到的破布子就叫做兰布子。兰布子就是破布子了。那其实呢，这道菜呢，大火蒸个15分钟就可以上桌喽，简单又很美味。而且在当地呢，很多的业者他会加入一点点的桂花来提香哦，因为有桂花的香气，但是呢又不会影响到鳟鱼的口感，非常非常的好吃。而说到了桂花，就是龟筏，龟筏就是桂花哦。那么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，就是蒸鳟鱼可以加破布子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。蒸鳟鱼做地咯兰布子，蒸鳟鱼做地咯兰布子。今天Go Go公哈发呢，带您快来品尝鳟鱼的美味。老板，像这样鳟鱼啊，它是不是要养在特殊的环境里头啊？没错，它必须要养在高山，而且完全没有污染的水里面。哦，这样鱼肉才会特别鲜甜。是，没错。其他个鳟鱼啊，是不是加点兰布子啊、龟筏，用蒸的就很好吃啊？没错，那个鳟鱼因为本身肉质都很鲜甜，所以不管是做生食还是熟食都非常棒。你闻闻看，这就是龟筏。这龟筏好香哦。鳟鱼蒸好了，放一点龟筏，就会有龟筏的香气。南庄啊，真的很适合养殖鳟鱼哎。对呀，我也觉得哦，南庄的鳟鱼真的是很鲜甜呢。我们刚刚一起提到的鳟鱼呢，就叫做鳟鱼。鳟鱼就是鳟鱼了。那记得呢，在蒸这个鳟鱼的时候，可以加破布子，破布子就是兰布子，兰布子就是破布子哦。而且最后要上菜之前呢，最后加一点点的桂花，可以提升香气。桂花就是龟筏，龟筏就是桂花了，没错。今天最后要帮你复习的呢，就是蒸鳟鱼可以加破布子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蒸鳟鱼做地咯兰布子。蒸鳟鱼做地咯兰布子。今天Go Go公哈发呢，就带您到南庄一尝当地的招牌料理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